馬英九基金會風波即馬進入到提告這個階段咯。這個基金會今仔正式提出刑事的告訴啊。針對這個情形，蕭玉琴嘛講啊，伊會勇敢面對。伊閣講，假使伊真正若是違法，伊就會失去目前國民黨副主席的職位咯。美琴姐說：“你不要出來露面，盡量少出來露面。”他說：“你聽他的，還聽我的？總統聽你的啊。”這個對話我在我身上發生過一模一樣的對話。我說對不起，我聽醫生的。馬辦的風波繼續在燒，馬前總統較早部下，閣在為着伊空中嗆聲。針對馬辦前執行長蕭玉琴、王公主敢若違反財政紀律案，基金會今仔日再報正式提出告訴。馬英九基金會發出聲明，表示關於蕭玉琴、王公主涉嫌背信侵佔等案件，已經找律師準備刑事告訴中甲相關事情，後續嘛會全力配合司法調查。今天的提告是代表董事會，還是代表個人？所以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，我會勇敢面對。如果有任何不法，我願意持續中國國民黨副主席。馬辦出招，蕭玉琴嘛來應對，不過針對捐款無立效的問題，基金會主張應該用無簽名也是無名示的方式來做立效。蕭玉琴擱在法院王。因為就算是你用無名氏登載，我們存款的記錄還是要載明是誰，怕被查水表。不能用這一張照片在一起，就好像馬英九肯收他的錢，而且不入賬。小白安怎記上好個人的意見，不過陸委會針對國安問題事件，表示捐款者廈門台商協會會長韓英焕，屬於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，不是單純的台商組織，是國台辦主導的有政治任務。台商在大陸打拼奮鬥，不應該被污名化。對於這件事情呢，我們還是希望檢方能夠釐清。馬英九基金會風波為國安到小破攏受關注，今麥基金會正式提告，嘛進入司法程序查清正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